国际新闻来关心，昨天4月7日，以色列发动空袭去攻击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，造成11个人死亡。以色列对这件代志是无加讲，不过伊朗即马对外讲，因一定会报复。 记者因另外被炸加贵的变形翘起来，车灯玻璃碎过过。伊朗自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使馆附近遭受空袭，造成包括过路的民众在内重大的死伤。以色列过去对这种攻击真少承认，叙利亚甲伊朗的官员讲就是以色列做的。 قوانین بین‌المللی پاسخ خودش رو به موقع خواهد داشت. 叙利亚新闻社报道，伊朗领事馆建筑物伫咧攻击中被炸加贵的变做平地，不过伊朗大使馆的主体建筑并无受害。搜救人员即卖还阁伫咧找人。伊斯兰革命卫队讲，伊朗圣社部队伫咧黎巴嫩甲叙利亚的领导人扎迪将军，也阁伊的副手哈里亚西米将军甲几路军官伫这边的攻击中死亡。 ونؤكد أن سوريا و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لا ينسون أعداءهم.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崔伊涵讲，伫即天早前以色列南部的海军基地受到无人机攻击，就是伊朗所指挥的。这几年来，以色列对叙利亚政府控制区的目标发动几多百遍的空袭。也别讲，因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甲伊朗革命的激情组织，譬如讲黎巴嫩真主党的基地。以下冲突发生了，这种攻击就愈来愈多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